嚟緊星期六晚，馬會將會越洋轉播愛爾蘭嘅2000堅尼賽馬日，合共9場賽事。今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將會提供呢9場賽事嘅4格心水。後半部分會講嚟緊星期日沙田馬場舉行嘅1級賽遮打杯，究竟呢場策略係咩？大家記得聽到最尾。提一提大家，片尾仲會有彩蛋，唔好咁快熄機住。先講星期六晚 S 愛爾蘭2000堅尼賽馬日，頭場開跑時間為晚上8點20分。第一場2歲從未勝出馬賽，1號布魯塞爾，愛爾蘭賽事頭威頭勢，一定係揀惡8人加天下第一高手莫亞嘅組合。呢個組合近5屆贏咗3屆，只要臨場飛數對板，可以做首選。6號正宗州份，另一匹惡8人嘅馬，上仗表現唔錯，勝在有經驗，同場好多對手都係初出。11號信念正義，呢匹馬出賽過，上仗第4，博佢會進步。9號疑心重，初出，試下佢。第二場傲拼錦標，9號圍城戰，呢匹馬響呢個馬場曾經有好表現，2400米一定啱佢，揀佢先。7號戀仙雷，出賽較少，排咗一檔，可以博佢側身進步。6號南岸皇后，上年響一場2400米表列賽入面，同戀仙雷鬥足一條直路，跑第4名，預計今次形勢有改善，3甲要預佢。1號準醒直覺，雖然冇2400賽績，但係佢贏過3級賽，好有級數，好難劃死。第3場4歲以上馬讓賽，呢場賽事出馬19匹，預計20倍以下馬匹會超過一半，形勢十分混亂。3號航空工程，上季響表列賽跑獲季軍，現時評分有利，揀佢先。6號高勢延綿，上仗勝出同程，甚有說服力，仍然有進步，唔使怕佢加咗磅。14號上仗響另一個馬場跑第5名，輸唔夠1個身位，證明狀態已經起咗，揀埋佢。2號銀星港，上仗走得接近，今次檔位好咗，唔好劃死佢。第4場格陵蘭錦標，7號江風猛男，呢匹係澳洲移民馬，澳洲2級賽佢已經贏過，今個暑假我哋會經常睇到佢，記住寫低。2號顯赫灰旗，上仗角逐3級賽，取得第2名，要揀埋佢。6號奧飛朋友，響同場同程取得3節，係不折不扣嘅同程實力馬。3號伊比利亞，有邊線機會，到時預計場地偏遠，啱晒佢跑。第5場愛爾蘭2000堅尼，4號遍地金，一句講晒，換人過嚟保重。5號熱刺驕陽，臨時退出冇跑法國2000堅尼，少少擔憂，但係跑得翻2歲果個氣勢，有權入嚟。2號天河年，3出3節，睇莫艾成發揮。6號好長官，呢度係古摩亞主場，俾個位佢。第6場翡翠一哩錦標，3號奧競迪，練馬師馬丁嘅代表作，近2場響20幾匹馬賽事中取得1冠1季，要揀佢先。12號邱吉爺，揾咗莫艾成過檔，加入考慮。16號得利少年，比上仗少負20磅，估計會追得更接近。6號州代表，同場同程實力馬，今季有望再進一步。第7場4歲以上馬0至90分讓賽，8號真品正貨，跑得唔多，經過1季減分，開始有利，有機會贏翻場。7號妙轉，騎師李威廉唔放手，預計今場可以追得接近。10號雪嘉誠，呢個場地對佢嚟講一啲都唔陌生，臨場如果有飛數跟進，值得留意。14號超額實現，評分新低，轉埋馬房，冷勿進忘。第8場3歲馬讓賽，3號鋸齒風，上仗跑1600米首好位贏馬，正所謂縮情賺級數，今仗抽到一檔，形勢大好，揀佢先。1號長島假日，上仗為轉3歲復出第1仗，表現進步，睇嚟係一匹上緊嘅側身馬，唯一缺點係孭頂磅，但唔敢劃。4號臉紅耳赤，由愛爾蘭冠軍騎師揀國能策騎，要拖翻。6號冰河峽灣，連續2仗跑同程入 Q， 騎師高燕連仲未放棄，繼續跑佢。第9場3歲從未勝出馬賽，4號蕭閒情，呢匹馬父係維活頓鎮，相信跑2000米更適合。上仗初出跑1004米已經能夠守好位跑第2，今仗有望勝出。7號民族之驕，上仗初出大2跑1600米，慢閘但仍然能夠跑第5名，血統顯示越長越好，有質素，提防馬主亞加漢玩抵出。
6號提呈建議，天下第一高手莫瓦策騎，點都要拖翻。11號勇勁，上仗末段衝刺良好，加程跑2000米部署正確，唔好劃佢。跟住講星期日，沙田第8場遮打杯，1號遨遊氣泡，上仗跑16米，連鴻運帝王都贏唔到，收皮啦，係咪靠打針食藥就跑到2400米？2號譽滿杜拜，今屆香港瓶亞軍，上年12月跑完之後，休息到4月先喺澳洲復出，跑咗2場，未甩過 Q， 似乎可以最佳狀態出戰遮打杯，可作二重彩膽。3號八鶴飛駒，今屆香港打比大賽冠軍，上仗跑女王杯表現比預期好，跑第5名，2400米對佢嚟講或者長咗少少，但相信仍然可以跑近3344，唔好劃佢。4號安請，今屆香港瓶跑第4之後，幕後已經劍指今場，相信一早已經卜定即將成為8屆香港冠軍騎師嘅潘頓。賽神仙蔡約翰平時點樣俾人評價已經唔重要，識贏就係識贏，你哋有冇本事一季贏咁多場？冇嘅就收聲，今場搏 win 係搏佢。5號智取神駒，今場多快馬，賺唔到步速形勢，劃得。6號球星，增程跑2400米呢個決定令人費解，希望唔好似另一位經常被抨擊一季用盡啲馬嘅練馬師一樣，提早跑殘隻馬。7號標之5支，今季已經冇上季咁銳，劃得。8號當年情，今季已經冇上季咁銳，劃得。9號有龍串鳳，3匹告東尼嘅馬之中最當打，要拖翻。10號有目共賞，上場跑皇太后杯已經搏咗，今仗志在增長金名次，投注唔使預佢。今場嘅策略係4號買獨贏，2號做膽拖4號、9號買二重彩。喜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嘅朋友，可以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心水清嘅網友應該都已經估到最後嘅彩蛋係咩？冇錯，我哋 DWQ 賽馬頻道一直喺海外賽事提供，都交出好好嘅成績。今次又點少得澳洲3場下午茶賽事嘅4格心水呢？ S1 第一場玫瑰錦標，1號海動奇景，可作二重彩膽。腳拖2號出走，4號名相之選，加多隻可以預埋8號快辣味。S1 第2場東奔杯，1號好天朗有機會勝出，配腳3號鬧市名媛，4號銀木，9號澳聖哥。如果想支持香港騎師 Matthew 潘明輝，可以拖埋10號淘金夢。S1 第3場布里斯本賽馬會短途錦標，11號作戰機器，5號晨早醒，兩匹希斯家族對碰。至於位置機會馬，分別有4號百樂星區、1號金磚路。歡迎大家留言問馬。另外，如果想知道星期日嘅3達德素金杯及愛爾蘭1000堅尼嘅心水，記得點讚、分享及留言。點夠100個讚，我哋先會貼心水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